3户，是不是应该有3个订单了？啊，好酒量。不过我是骗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在中国的官场和商场混，要懂4种话。哪4种？英语、法语、日语、俄语。错！我告诉你，是假话、空话、大话和套话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你还只懂1种话，那就是真话。而且你相信所有人跟你说的都是真话。啊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还在原地踏步，而我能骑在头上拉屎。告诉你，你永远休想从我这得到1张订单。他妈说什么呢你？我操！干嘛呢你？一个人在那儿喝酒，怎么了？我不喝。哎，看来你们2个人还真是出现问题了。跟我说说吧，我是专家，帮你们解决一下。对，赶紧给冬眠说说，好不容易他给回来了，冬眠别的方面不行，这方面肯定特别厉害。我怎么听着一点都不像是夸人家呀？这不摆明了在夸你吗？我真觉得你这方面挺强的。哎，这人，哎，哎，这怎么有一只小兔子呀？啊，哪儿来的小兔子啊？可爱的小兔兔啊！小姐，愿你永远像这花朵一样娇艳可人。送给你，姑娘。当我在走婚俱乐部的微博上关注到您的时候，